梨花莲举办的2020全民运动会今仔日闭幕，来看精彩的水上龙船游大梭的比赛。虽然落雨，但是选手也是真拼力。这种的比赛有危险性哦。这个船只若失去着平衡，可能就会冰船，选手嘛会冰落水。所以这个比赛嘛真考验着选手的技巧。 比赛就开始，选手一直爬，不过真奇怪，这台龙船拢无进前，因为这不是传统的爬龙船比赛，是全运会龙船的拔河赛。这款比赛是10人一个龙船比赛，只要将对方的龙船扭过来就赢。这个一般拔河扭大梭形式是同款的，也不过扭起来加正忝。力量加停止，放掉就没了，放掉就没了，真的很喘。 因为是这个比赛，因为伫水上的关系，若是船只无平衡，这个选手有可能会摔落船，也是规台龙船并过，那考验选手的体力、技术，也有团队合作。在龙舟上面的10个桨手，再加上鼓手的配合，然后再跟上那个叫做牵引手的力量，整个才会是一个完整的合力。 今年全运会龙船拔河公开组是由花莲县摕到1面金牌，虽然讲有滴落雨和选手的身躯分不清楚是雨水、溪水还是汗，也无啦啦队加油声，或者选手大家拢真拼。